喺本港，警方即日起會以短訊或者電郵發出俗稱牛肉乾嘅交通違例定額罰款通知書，並且新增網上繳款。警方話電子告票同紙本告票大致係相同，列出車牌、違例日期、地點、罰款金額同埋繳款限期等等。電子告票專屬平台亦都啟用，市民可以喺網站或者手機應用程式輸入告票號碼同埋涉事車輛登記號碼，繳付罰款同埋查閱繳款記錄等等。警方話電子告票實施初期會同時向市民發實體同電子告票，暫時未有全電子化時間表。警方又提醒，未來如果透過短訊發電子告票，唔會喺訊息入面提供任何嘅超連結。各位天文台喺下晝3點40分取消所有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並隨即發出強烈季候風信號。